今日同大家去中山一間人氣日式料理店食鐵板燒。呢間餐廳網上好評如潮，我都係因為咁樣慕名而來。佢嘅單人鐵板餐最平都差唔多要400蚊一位，而佢嘅廚師定製omakase更加係要過1000蚊一位。就係因為佢收呢個價錢，再加上網上嘅好評如潮，所以令我充滿期待。但係一嚟到呢間餐廳門口都仲未入去，我已經滿心疑問。我嘅直覺話俾我聽，好似已經踩咗坑。到底發生乜嘢事？唔好講咁多，即刻去片一齊睇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。呢一間餐廳叫做 Food Yutaka 鐵板燒，地址同埋營業時間可以參考畫面上面嘅資料。呢間餐廳自成一角，樓高3層，旁邊係一啲比較舊嘅小店。真正令我手心冒汗嘅地方並唔係呢樣嘢，而係一入門口喺1樓大廳位置，見到佢嘅環境裝修有一種非常之熟悉嘅感覺，好似我哋香港嗰啲茶餐廳咁樣。但係講緊我哋今日係食緊一個每個人差唔多400蚊嘅套餐，2個人加埋差唔多800蚊。呢個價錢喺內地消費，俾呢一個環境我直頭感覺到自己開始飆冷汗。好彩最後佢哋安排咗2樓一個包間俾我哋坐。包間方面佢有一啲比較大有窗嘅房間，但係嗰日已經俾人 book 咗，我哋只可以坐一個冇窗嘅房間。一入到去，我已經感覺到呢間餐廳應該有啲歷史，因為佢嘅裝修比較舊。房間裏面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，呢個洗手間嘅味道令我非常之唔舒服，因為佢充滿咗好濃嘅人工合成香精味道。始終我自己用咗純天然嘅精油好多年，突然間聞到咁刺鼻咁濃烈嘅人工香精味道，仲要係廉價嗰隻。所以未食嘢已經對呢間餐廳嘅感覺大打折扣。除咗環境，房間裏面仲有一啲嘢，直頭嚇到我嘴唇發紫。大家睇下佢沖茶嗰個茶壺，呢個價位嘅餐廳用呢個茶壺嚟沖茶，我實在有啲接受唔到。咁樣仲唔止，大家睇下台面上面嘅紙巾，睇唔清楚唔緊要，就係呢一度有一隻小昆蟲嚟咗助興，就係咁樣。淨係環境方面，我已經會俾佢一個唔合格嘅分數。如果5分係滿分，我只會俾佢2分。食物方面，我哋各自嗌咗呢一個鐵板燒單人套餐。我哋去嗰日美團做緊優惠，只需要368蚊，但係只限於午市可以用，因為我哋夜晚去，所以唔用得。結果我哋係要俾398蚊一位。餐牌上面仲話有加1服務費，不過最後店員豁免咗我哋。不過喺我剪片嘅時候，發現依家晚市都可以用美團呢一個套餐。呢一個有機蔬菜沙律，呢個沙律除咗有生菜，仲有少少番茄仔同埋粟米。啲生菜絕對唔可以用新鮮嚟到形容，個醬汁係一啲酸醋，醬汁份量太多，我覺得有啲酸。呢個京都前菜今日用咗枝豆，呢個枝豆係冷盤，所以係凍食。簡單4個字可以形容到佢，就係毫無特別。呢個金鯛魚立輪燒，呢個魚用咗一個南瓜醬嚟做配襯，南瓜味道都算濃郁，嚿魚嘅份量都唔算細，啲魚鱗同埋嗰個魚嘅表面都煎到好脆。不過嗰嚿魚煮完出嚟嘅質素，如果要用個滑字去形容嘅話，尚有一段距離。呢個叫做南美花竹蝦，呢隻蝦嘅 size 我覺得都算大隻。廚師話佢哋用嘅係5頭蝦，我自己都幾欣賞個廚師將嗰啲蝦酥煎到好脆，好似薯片咁樣。個蝦食落去個口感都尚可，算係比較滿意嘅一個菜式。但係當中有個位都令我幾失望，因為俾我發現餐牌上面其實係寫住用蝦膏醬。食鐵板燒嘅大蝦，其實我係非常之喜歡食呢一個蝦膏醬，亦都充滿期待。點知佢哋今日用嘅係芥末子醬，唔知會唔會因為呢啲蝦係冇蝦膏，所以做唔到醬呢？到咗主菜出場，呢一個係澳洲谷字眼肉。大家喺畫面見到呢一個薄燒牛肉，好似好飽滿、好豐富咁樣。其實係因為我哋好中意食煎蒜片，我哋專登叫廚師落多啲蒜片落去煎，夾埋一啲蔥花，先至做到畫面上面好似一個手卷壽司咁樣嘅效果。其實套餐裏面每人只係有一片薄薄嘅牛肉片，肉質方面可能因為佢太單薄，我都仲未感覺到佢夠唔夠嫩滑，就已經食完咗。另外餐單上面本來係話跟抹茶鹽，點知又俾我發現到佢哋上菜嘅時候冇用到抹茶鹽，而係用咗玫瑰岩鹽。其實如果因為缺貨或者其他特別原因轉咗材料，我覺得冇問題。但係商家應該事前主動同顧客溝通咗，而唔係俾顧客自己發現跟住揭發出嚟。不過呢間餐廳都有一個可取之處，就係佢哋夠彈性。原先菜單上面跟一個法式鵝肝，因為我哋唔食鵝肝，所以廚師幫我哋轉咗一個燒羊架。一般去餐廳食羊架會跟芥末同埋薄荷醬，
大家喺畫面上面見到佢哋都有芥末，不過綠色嗰個就唔係薄荷醬，而係用咗羅勒醬。嗰個羅勒醬嘅味道非常之清淡，配埋羊餃嘅時候，我覺得就突顯唔到羊肉嘅味道。我比較喜歡襯翻芥末醬。肉質方面，廚師本來問我哋要幾多成熟，我哋一致揀咗5成。點知煮完之後，廚師自己都同我哋講唔好意思，佢煮過籠，煮咗大約7成熟，所以口感方面就唔夠嫩滑。跟住到咗一個湯，佢哋叫做蛤蜊昆布。蛤蜊即係我哋平時叫嘅大蜆。呢個湯係連埋個鍋一齊擺上去個鐵板嗰度一齊煮，所以成個湯係非常之熱。湯裡面有2隻大蜆，嗰2隻大蜆非常之肥美，呢樣嘢係值得一讚。除咗2隻蜆，就仲有少少昆布，所以個湯係非常之清。呢個湯用個鐵兜裝住，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食緊韓國菜咁樣。飲完湯嚟咗一個炒雜菜。呢個炒雜菜除咗一般嘅芽菜、椰菜同埋洋蔥之外，佢有少少特色，就係佢落咗呢一啲叫做青瓜苗嘅落去。呢啲青瓜苗比我哋平時食嗰啲青瓜細好多，只有我大約1隻手指咁長，食落去非常之脆口，算係有一啲特色。最後一個主菜叫做高菜銀魚炒飯，我覺得係全晚最好食嘅一個菜式。嗰啲高菜鹹鹹地，好好送飯。嗰啲銀魚仔就好似蔥花咁樣，喺炒完個飯之後灑喺面。最後落咗一啲芝麻喺面，所以成個飯係非常之香口。呢個炒飯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冇落過一滴油，取而代之佢係用咗沙律醬去代替油嘅功用。用沙律醬去炒飯我都係第一次食。問咗廚師，佢話因為呢個飯冇用油去炒，亦都冇落過肉，用沙律醬去炒可以提升咗成個飯嘅豐富感，效果出到嚟又真係出奇咁夾。另一個賣點就係大家喺畫面見到，廚師除咗不停咁樣炒，就係不停用個鑊鏟去壓嗰個飯。所以，與其話佢係一個炒飯，用煎飯嚟形容應該更加適合。煎完出嚟嗰個口感有啲似食鍋巴咁樣。我自己就係真心喜歡呢一個煎飯。最後到咗甜品時間，呢一個叫做紅豆銅鑼燒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我細個睇漫畫，叮當最中意食嗰個豆沙餅。喺畫面見到佢個餅底燒得好靚，個顏色好吸引。不過食落去嘅時候，佢就唔夠鬆軟，亦都係令我有啲失望。最後總結呢間餐廳點解有令我踩坑咁嘅原因，就係佢收我差唔多400蚊一個人，俾我嘅食材就係大家畫面上面見到呢一啲，呢一個係2個人煮菜嘅食材，一眼望落去並唔覺得啲材料特別新鮮，而且豐富度亦都對唔起呢個價錢。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去另一間鐵板燒店鋪嗰度食，無論環境食材都同呢一間完全唔同檔次，但係價格仲比呢一間平，再加上佢嘅環境衛生問題。如果5分係滿分，我只會俾2分佢。大家亦都可以睇翻我呢一條影片。呢間餐廳同樣喺中山，但係食物同埋環境就俾到最強體驗我。重點就係我喺度食一餐嘅費用都唔及食嗰個鐵板燒咁貴，所以我喺網上見到佢有咁多好評。試完之後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體驗。如果你試過，你有唔同體驗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